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
敬请的陈牧师、顾团长、中职以及正台的姊妹大家平安。请咱搁比一届吼，平安、平安。请搁比，对我比平安。大家拢真巧哦，我安尼一下就学起来啊。感谢上帝，嘛真感谢咱固定教会会当接来，阮福爱手艺教会伫遮近近啊，阮伫即个总会地下室，伫遐在聚会手艺教会来到遮，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我嘛真欢喜，会当有即个机会来伫上帝甲咱正人的面前来分享上帝的话。今仔咱读的伫即个罗马书的前一章第9章到11章，这是针对犹太人伊的无信所写。第9章的重点是上帝竞选人。第9章第10到13节，保罗伊用以撒的双生囝以扫甲雅各来遮说明受拣选甲无受拣选的分别。以扫甲雅各，伊伫老母的腹肚内的时，上帝就已经拣选了雅各来承受老爸的福气。这是上帝照伊的恩典所拣选的。今仔咱所读的第10章，是重视人的因素。人有需要明白福音、传扬福音，以及用信心来做回应。保罗伫遮从过去，甲伊移转到现在，对犹太人无信的解说，移转做毋盲因会通详细听，煞来相信福音。今仔咱所读罗马书第10章，
14到18节内面，上界重要的中心点是伫第10章17节。安尼神是出伫听，听是对基督的言语。而且保罗所强调的是回应上帝上界好的表现，就是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上细听伫圣子耶稣基督内面为咱所行的福音。对这咱会通了解，保罗伊非常重视家己的责任，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予伊所在的世界。因为无听见人传基督的福音，迄个所在就无法度用信心来回应上帝伫基督内面的恩赐。保罗伊并无认为犹太人的无信，是因为因无听过福音，且无明白福音的意义，乃是因为犹太人因无认真听。当时使徒所传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咱人类所行的事，因为犹太人误解家己正做选民的本质。因无了解讲，因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也毋知因需要爱用信心来回应。因认为正做选民这个身份是对遗传来继承，以及个人遵守律法的规定就会使。所以保罗伫遮强调百姓爱详细听使徒所传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行的旨意，才会通觉醒来信靠上帝。保罗受托爱传扬的就是这个信息，所以伊真认真在传讲福音的信息。望见若听见的人，拢会通听详细听来信。讲到遮，请咱来思考一个问题：若是讲要对阮即群耳孔无听的农民，你要安怎样来传福音？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已经149年，明年就要庆祝宣教150周年。包括原住民教会、客家教会，总共也成立了1252间教会，其中也包括伫1990年高雄瞻奖关怀中心的副主任陈宝牧师伊所关怀，伫高雄有设立手语教会，以及伫1992年也合作阮伫台北教会来设立国外手语教会。有人讲台湾的农林的宣教，是对100年前的甘伟林牧师开始。但是呢，根据潘希基牧师伊所写甘伟林牧师传的记载，当时的日本政府，伊伫1900年，伊就已经接受甘牧师所设的即个农林的教育事工，直到1915年，才有增加即个农学部改名做台南农学学校，才开始有农林的手语教育，并无有农林宣教的明确开始。也根据台北市浸信会职工堂听障团体的历史记载，伫1952年，台湾浸信会新学院伫台北设立的时，有一位范立德女宣教师，伊开始农雅的宣教事工，伊设立了农雅主日学的教育。这是目前伫台湾农林宣教历史中上介早的记载。后来伫1977年，
日本的东洋龙仔传道教会，伊有找派农林的宣教师来台北设立中华龙仔福音基督教会。所以台湾的农林宣教历史，若安尼认真甲算起来，应该是62年。在即个中间，除了咱长老教会2间手艺教会以外，嘛有台中施恩堂因所设的蒙恩手艺教会，阁有卫理公会伫台南堂以及台北的雅国堂，阁有台北的恩语灵粮堂的清新小组，以及有其他组会所甲耶和华见证人教会，因拢是用翻译的。用手语翻译的方式咧传讲上帝的话，但是这对阮农民来讲呢，这是无法度完全来了解，拢是半知半毋知。安尼就无法度达到保罗伊所强调的，爱努力传讲信息，互世间人拢详细听捌上帝伫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旨意，才会通觉醒来信靠耶稣。所以对农林传福音，一定爱永远的母语，也就是手语来传讲，而且是爱用阮所习惯用的自然手语为主，毋是全部拢照一般人的口语所讲的一字一字翻译做文字手语。即种文字手语对阮农民来讲，是无法度完全听捌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阮有联合遮个看教派的教会，愿积极的参与伫台湾手语圣经翻译的事工。我期待会通将圣经手语来统一化，用影像的方式放伫咧网络，会当互全台湾的农民，毋管伊是住伫倒位，拢会当透过网络的手语圣经影片来读上帝的话，并且会通加入手语教会来敬拜上帝。这就若亲像以赛亚书29章18节所讲的，昔日草原人会要听记册内的话，因为详细听捌圣经的信息是非常重要，并且搁较爱尽力来宣扬。最后，我要伫遮放一个真短短的影片。虽然伊这全部这是英语美国迄边的影片，但是伫世界各国拢是同款的情形，互咱大家会通了解，阮这个无声世界宣教的重要性。山高比海深，咱听到声是用翻译，但是声。Yeah, I'm on my way. 这是罗马书第10章17节的。 Sound. We listen, we react. 咱听到声有翻译， It's a moving force in our 这 lives. 是伫咱的生活中的一个起来。 Yeah, I'm on my way. Just leave me now. Uh-huh. Hey there,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our special church event today. You see, God loves you and 还是 wants 用 to get 空 to 的 know 来 you 翻译。 personally. So come on by. You won't want to miss it. Hey, stop! Hey,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Can't you see I'm working here? I'm sorry. Guess I need to watch where I'm going.
咱咧传统语嘛是拢用嘴讲。教会你嘛毋知影人咧讲啥，嘛毋知上帝是咧甲你讲啥。但是我相信上帝是咧甲你讲，上帝听你，伊嘛想要甲你有沟通，伊会就互伊看。这就是用手语所传达的即个圣经，手语所表示的即个手语圣经，就是放在网络。上帝会用伊的手语来表达，所以嘛是真侪人也毋捌看过，迄个互伊看，这毋免钱的，伊会使随时下载。 And she is just one. 而且咱看的是一个，但是全世界有3亿个农民， Did you know that the 就 death 是 of the 伊 fourth 这 largest 农民 country 拢是 in 全 the 世界第4大也袂去想着人，关心袂足久。 But if faith comes by hearing, 其实讲咱的信仰是由听来的，但是对于农民，你是袂安怎讲？ but to hear with your 就是 heart 有一 and your 种 own 会 language 听是对 and 你 for 的 the 心 deaf, 来，是咱家己的语 God's 会用 word 心 and 听。 silent. 对农民来讲，就是手 And as 语， the prophet Isaiah said, in that day, the deaf will hear 就 the 真 words 像 of 以 the 赛 Lord. 亚书所讲的， And because 你 of 一日 advances 创意 in 人，你听 technology 起这来。 and ministries like Faith Comes by Hearing, today that is a reality. So join us as we take the word of God to the deaf 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拢是差不多共款的情形，所以阮即马阮教会嘛是咧努力伫即个用手语圣经来翻译放咧网络。请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你也互阮伫即个世代，阮会当用自然的手语母语，来得到真好的学习的机会。阮恳求天父上帝，通使阮会当讲有智慧、甲谦卑服侍农人的心智，并且会明白阮农人语言文化。 所存在的重要，会当帮助阮了解圣经上帝的旨意，明白耶稣基督的听，建立基督化家庭的听来做完整。
日常生活中间活出上帝的话，做美好的见证，传福音，互搁较侪也未信的农民，互因会通透过母语手语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疼甲真理，归荣光伫上帝。阮也恳求上帝大大赐福，固定教会牧师传道。全体中职以及所有支援福音事工的兄姐，因有照主你的教示，关怀支持阮即间最微细的教会集体，求主加倍祝福。我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